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。利用天堑造此险桥，墨家机关果真精妙。我可否拜入墨家？墨家兼爱，男女老少皆为平等，不分厚薄亲疏。这就是墨家机关城的正门了。除了此处正门和只有墨家弟子才知道的2道奇门，可谓易守难攻。这机关阵就由我们来闯。大胆，竟敢硬闯我天机城！好胡闹！我也胡闹！莫旋风，他在塔底做什么？你要是能解开这个，巨子就后继有人了。天行有道，莫谁与归？